他的亲戚有一些在新竹了，应该有一半是杨明的歌迷吧。我跟杨明从大学时期就开始玩乐团，然后他一直陪着我到出了专辑到现在，还要那么辛苦，还要陪着我出去巡回，辛苦了，还要当司机。不好意思啊，本公司没什么预算，都你们听免费的，很讨厌的，都没有收入。好，开玩笑的啦，但我觉得就是音乐是一种分享，我希望透过音乐可以让很多人认识我自己在创作，尤其是来自于我的部落，来自阿美族这样子语言的创作。然后这张专辑其实收录了11首歌，其中9首都是阿美族语，然后另外2首呢，一首是日文，还有一首就大家可能听得懂中文可能听得懂因为中文念得不是很标准。希望他透过这样的创作方式，可以让大家有机会认识多一点，就是台东或者是原住民的一些文化我觉得太深了，文化这样会有文化包袱，很辛苦。毕竟还是音乐，希望透过音乐，然后传达那种音乐穿透语言隔阂的那种方式，说故事给大家听。我有写一首歌关于自己的部落，我来自都兰，这几年都兰好像蛮红的，听说到处都可以买得到都兰国小书包，新竹买得到吗？真的假的啊？是谁在批发的跟我讲，我这边比较便宜的货可以告诉他。但是很开心，很多人开始认识这个地方。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可能好奇，然后就想要去都兰看一看。都兰是一个背山面海的一个阿美族的大部落，然后现在有很多文化工作者跟艺术创作者聚集在那边，所以那边在路上在部落里面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到很多文化的艺术的创作品还有一些手工艺算是一个艺术小镇。然后其实里面也藏了很多音乐人，就是大家听得到，可能巴奈的胡德夫老师也常去。他们去那边不知道干嘛，喝咖啡还是喝晕的饮料。尤其现在是丰年祭的话，我在想，应该很多原住民的艺人都很向往去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当然，部落的长老就是阿美族，算是比较 peace 和平peace 应该这样吧 ，peace。所以其实老人家的心胸都比较宽广，不管是什么人来，只要喜欢是都兰的，对都兰是好的，他们都当做自己的家人来接待。所以部落里面开始越来越多从外地来的朋友，然后有一些还是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来在都兰里面付出。可是其实也会害怕，东海岸最近纷纷扰扰的蛮多的。可能大家听得到什么 BOT 海岸线东海岸现在有11个很恐怖的 BOT 开始要发生了。你们现在去东海岸，很漂亮，海景第一排，没有人跟你收1毛钱。可是等到饭店盖起来，你要看海景第一排，不好意思8000、1万起跳，差不多跟垦丁的价钱是一样。我不知道这样的方式到底好不好。但我还是很希望保有原来的那样的气质，那样的风景环境，继续留给喜欢都兰、喜欢东海岸的朋友。有一天，如果你们看到这样的诉求需要大家来支援的话，我希望大家多帮个忙。简单一点就上网帮忙转贴或者是帮忙。但我不想搞得太社会运动，毕竟我还是个偶像嘛。所以，但是借着偶像的影响力影响的迷妹、歌迷们，希望大家一起爱台湾、爱地球、环保、爱我们的自然生态、爱我们的文化。然后写的这首歌叫做《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
超长。不过 KTV 点得到，就跟服务生说，我要点那首《别再都懒得土地上去的时候你爱我》啊，超长的。好，那我就先唱给你们听，希望你们会喜欢。